㗎啦。可以。呢個要扯多等等，係。好，家陣。邊邊？好，大家左手邊跟住左手邊。啊，點？嗰邊中間先中啦。間先好。中間先。中間。你俾我哋官方嘢譯之下，後會出中間。好，左邊係嘛？好，大家左邊，大家左邊。thank you。好快呢步啊 ，thank you。好，右邊啊。右邊好。咁啊。好啦，影埋就開始啦。中間入咗已經。好。好，大家 camera 後面。OK未？後面 OK未？好。呢一節係吳永嘉議員名單嘅傳媒簡報會啦，咁即係時間係有40分鐘嘅，去到2點49分。好。褪一褪張凳喎。咩啊？冇等啊。落去褪一有係爭一張凳嘅。咦，得啦，我攞呢張。企下都得嘅。幫唔到。得。我升高呢個。好係40分鐘，好唔該49分，唔該晒。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今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就發表咗新一份嘅財政預算案。預算案採納咗經民聯70項嘅建議，包括從外匯基金轉撥1500億支持北都等基建發展，為北都發展發債，成立北都城鄉共融基金，推動鄉郊文化旅遊，吸引國際會議展覽落戶香港，以及提高基本免稅額，舒緩中產壓力等等。經民聯認為，今個預算案從多方面回應咗對接國家15/5等政策，聚焦本港優勢產業發展，作出咗戰術嘅部署。因此，我哋用對接15/5、發揮優勢、破局立新、投資未來嚟形容呢份預算案。經民聯認為，今年係國家15/5開局之年，面對外圍環境嘅高度不穩定性，香港必須揸緊國家產業升級嘅龐大機遇，發揮自身所長，讓香港成為國家對外開放嘅橋梁同埋窗口，持續提升競爭力。過去一年，香港經濟發展較強韌性，港股交投力都暢旺，樓市開始向好。我哋亦都喜見政府經營帳目即將恢復盈餘。呢個係推動經濟轉型、提升經濟動能嘅好時機。我哋期望特區政府可以繼續聆聽同埋吸納工商專業界別嘅意見，持續創新思維，以務實行動將國家戰略轉化為產業政策、基建項目同埋民生工程，加快落實各項惠民利商嘅措施，帶領香港踏上15/5嘅國家發展快車，令香港經濟民生提速發展，讓發展成果惠及全體市民。以下我會就北都創科發展、推動製造業發展同埋鼓勵企業研發，以及會展業發展幾方面講一講經民聯嘅回應。喺北都創科發展方面財政預算案以大手筆嘅資源加快咗北都國際創科新城建設，包括額外注資100億喺河套香港園區，為新田科技城發展成立專屬公司，同埋注資100億，以及向洪水橋產業園公司注資100億，作為起始嘅資金。北都係香港未來發展嘅重中之重，絕對唔等得。因此，經民聯多年嚟一直敦促政府快馬加鞭，推動北都發展同埋吸引企業落戶，並且樂見當局嘅積極回應。而展望未來啦，當局應該繼續推動北都配合整個灣區嘅創科建設，
包括加快推動中試嘅試驗平台同埋檢測認證機構進駐，同時設立北都大灣區企業配對同埋協作平台。另外，兩地政府應該加快喺河套一區兩園落實專屬嘅跨境政策，例如盡快開通河套口岸並實施24小時通關，開闢專用嘅綠色通道等等。而推動製造業發展同埋鼓勵企業研發方面預算案提出預留2.2億元，首設首個國家製造業創新中心，同時正面咁回應咗經民聯嘅意見，檢討研發開支嘅稅務安排，以配合業界情況同埋灣區發展嘅需要。我對呢樣嘢係表示非常之歡迎㗎。我哋更加期望當局可以及早出台香港新型工業中長期發展嘅方案，為本地工業謀劃更清晰嘅路向，確保方案可以落地，並且有利業界發展。當局亦都應該完善新型工業經濟活動嘅統計，建立恆常化嘅香港離岸工業統計嘅指標。最後啦，係會展業發展。我好高興當局繼去年推出定期展覽獎勵計劃2.0之後喺財政預算案再接再厲，預留1億元，聚焦吸引具備嶄新元素嘅大型國際展覽嚟香港，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會展嘅都會。支援業界推動貿易嘅同時，亦都令酒店餐飲零售娛樂等多個行業受惠。我哋期望當局進一步加強對唔同參展商同埋業界人士嘅支持力度，同時開展新一輪香港新會議及展覽設施需求嘅顧問研究，以及加快亞博館2期、未來灣仔北以至北都等呢啲會展設施嘅建設。以下我交俾 Priscilla。好啊，好多謝咁多傳媒嘅朋友。咁咧就15規劃對於鞏固提升香港唔同嘅優勢產業嘅中心地位咧，係同樣係寄予厚望嘅。咁我咧就好因為咧睇到財政預算案咧喺擴大國際影響力、增強人才嘅競爭力嗰方面咧都落咗好多嘅筆墨，尤其是咧喺嗰個教育資源同埋全民 AI 培訓、知識產權同埋官商政產學研投呢幾方面咧都係有一啲比較具體嘅建議㗎。嗱，第一樣嘢咧就係我一直咧都係知道咧香港嘅大學咧要進駐北都咧，一直都係話唔夠資源去規劃佢嘅校舍啦，甚至咧係成個進駐北都嘅計劃嘅。咁所以咧頭先財政預算案咧係宣布政府係預留100億係支持北都大學城嘅校舍建設，裡面咧亦都會係包括咧我哋有6500萬元咧，亦都係俾咧就係建造業嘅專業人才嘅培訓。咁我覺得呢個咧係比較精準嘅一個撥款嚟嘅嚇，因為我哋而家都講緊咧，我哋要吸納高端嘅人才同埋各方面嘅就住建造業嘅人才㗎。嗱，人才興香港興嚇，對於教育嘅資源投放咧，其實好重要嘅，亦都有係僱員再培訓。咁我亦都好高興咧，佢政府咧就係撥款5000萬，就將僱員再培訓局咧就提升成為技能提升局。咁裏邊咧亦都特別希望咧就係大家其實各行各業咧都需要掌握咧 AI 嘅技能㗎嚇。如果唔係咧，就可能喺經濟轉型嘅時候咧都會出現好大嘅問題。此外咧就係喺人工智能教育藍圖，政府咧亦都係有比較具體嘅規劃。咁我覺得咧喺人工智能嗰個教育藍圖，無論從 STEM 啦，從喺各方面嗰個嘅推動咧，今次咧係比較具體嘅。
咁喺知識產權嗰方面咧，就我哋亦都係一直提啦。咁佢而家咧就係多咗一個咧，就係知識產權學院係撥5200萬。嗱，因為一直好多咧海外嘅機構都講咧，就係香港喺知識產權嘅人才培訓，其實特別包括咧就係法律啊、稅務，其實都係唔夠嘅。咁所以咧大大影響咧海外投資者咧嚟到香港喺呢一方面咧，佢哋一路咧都希望我哋提出，咁呢一次政府咧都好精準咁樣係接受咗我哋嘅建議。嗱，此外咧就係嗰個中心嘅認證。喺頂層嚇，即係內地城市嗰個建立頂層嘅合作機制嘅統一標準、中心認證同埋評估師嗰個大灣區評估師嘅認證咧，亦都係喺而家喺呢一方面咧，我哋都係爭取授權粵港澳嘅聯合發布評估管理辦法。咁呢個咧都係一直希望咧就係可以做到嘅。咁咧就有統一嘅知識產權嘅認證嘅機制咧，喺我哋嗰個推動知識產權作為我哋知識產權中心咧，亦都係好重要㗎。咁此外咧，律政司喺調解方面咧，財爺咧亦都講咗好多方面啦。咁喺調解嘅專業嘅認證同埋紀律制度咧，喺年內會立法。咁我喺呢度亦都順道想講一講咧，喺法律嗰方面咧，財爺特別提到專屬法例嘅。喺專屬法例咧，我記得喺我哋早排嗰個嘅 motion debate 講到前海同埋香港啦。咁佢亦都有特別提到喺建築技術嘅體系共同建造大灣區嘅標準同埋優化採購等等咧，係政策同埋立法咧都係會打通嘅。咁呢個咧，我哋亦都希望喺專屬立法就喺北都咧有更大嘅更快更大嘅進展啦。喺政產學研頭咧88段咧亦都提到咧，政府亦都會啟動100億嗰個嘅創科產業引導嘅基金。咁我覺得呢個咧係一直都聽咗我哋嘅建議，我覺得呢個100億係非常好嘅投資，亦都希望咧就政府其實喺呢一個長遠嘅投資係可以再加碼嘅。咁咧我就暫時係講到呢一度先嚇，多謝大家。好，咁對於今次嘅財政預算案係集中係喺投資未來啦，咁其中咧大力投資北部都會區，咁包括咧係2年喺外匯基金儲備咧係撥1500億去係基本工程嘅儲備基金，咁同埋咧係提升債券計劃嘅借款嘅上限啦，咁都係為咗係加快推進係北部都會區嘅建設，咁我本人同埋經民聯咧都係認為咧係值得肯定嘅。咁喺鄉郊高質量發展方面咧，咁係非常之歡迎係政府啦，係接納咗經民聯同埋鄉議局嘅建議啦，撥款2億元咧係成立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嘅先導計劃，咁可以善用咧鄉郊自然同埋人民嘅資源啦，去推進咧鄉郊旅遊嘅發展。咁發展鄉郊係需要咧係更加係需要完善基建嘅配套啦。咁經民聯建議咧係為偏遠鄉村興建或者係擴闊道路，咁增設係鄉村嘅景點嘅巴士、小巴路線及渡輪嘅航線，規劃更多嘅旅遊嘅巴士嘅停泊位同埋上落客嘅設施。咁另外咧，亦都係期望政府咧係可以考慮咧係借鑑深圳同埋香港喺創科領域嘅合作嘅發展嘅經驗，同內地當局咧一同咧係構建咧係跨域嘅旅遊圈。咁為咗拓展咧係多元嘅旅遊，經民聯咧係期望政府咧係以大澳同埋沙頭角作為咧係無人駕駛飛機嘅觀光嘅試點，咁係分階段咧係推出咧係本地嘅低空觀光旅遊路線，並盡快咧係研究無人駕駛飛機載人嘅相關法例同埋咧保險等嘅配套，可以期望咧喺2年內咁係起步，咁落實咧係發展係低空旅遊業嘅。咁同時咧，同深圳聯手咧，共同係推動咧低空觀光嘅旅遊。咁透過咧係開發創新嘅旅遊嘅模式，咁旅客咧唔再係咧係走馬看花，咁而咧係下馬看花，同埋做到咧係吸到客，同埋咧係留到客。咁第3點就係北都同埋灣區嘅交通嘅基建嘅網絡。
咁今年嘅財政預算案係提出咧係會全速係進行咧係北都公路嘅勘測嘅研究，咁同時咧係優先咧係推展係新田區。經民聯咧係對此咧係表示歡迎嘅，咁全速係推進咧係北都嘅交通嘅基建。灣區交通方面咧，尤其係進一步咧係強化咧係高鐵嘅香港段、港珠澳大橋、新黃金口岸等嘅新基建作用咧，推動更多嘅陸路口岸實施24小時通關，以及咧係以一地兩檢為基礎，係推行咧係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嘅查驗嘅模式，咁可以加速咧口岸經濟帶嘅發展。此外咧，經民聯亦都係咧建議咧係盡快咧係加大粵車南下嘅配額嘅數量，並將計劃咧係擴展至係北車南下，咁咧係可以咧吸引更多嘅高消費嘅旅客咧係可以快馬加鞭咁樣係促進咧灣區嘅互聯互通。以後咧我就交俾新賢。好，大家好。咁我會就人工智能、新質生產力、企業出海同埋傳統優勢產業同大家作一啲嘅回應嘅。咁今次財政預算案對於創科產業提供咗一個大力嘅支持，包括成立 AI 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推進沙嶺園區嘅項目等嘅。咁經民聯呢表示係大力支持。經民聯認為創科產業發展呢就一日千里，尤其是係人工智能嘅發展呢係大勢所趨啦。咁一定要快。咁期望呢個委員會咧成立之後，會盡快制定全方位嘅人工智能嘅發展藍圖，加快步伐咧去鎖定嘅發展重點，去完善相關嘅規劃同埋基礎嘅設施咧，去加強業界嘅一啲嘅應用嘅人工智能加嘅廣泛應用係非常之重要。咁預算案入邊咧，今次嘅 BUD 專項基金咧，亦都為人工智能嗰邊嘅企業應用咧，亦都提供咗一個針對性嘅一個嘅資助。呢度亦都係回應到我哋經民聯嘅一個提出嘅一個我哋嘅要求嘅。咁呢個都係幫到我哋嘅中小企嚟嘅咧升級轉型嘅發展。咁細節入邊都希望能夠可以對應到我哋希望能夠提供到一個1對1嘅一個支援嘅。咁同時我哋經民聯亦都好歡迎咧，當局咧預留咗2800萬咧，係俾生產力局咧去承辦香港技術與創新支持嘅中心，去加強提供產品專利質素嘅分析同埋估值服務等等嘅一啲嘅支援嘅建立，龐大嘅知識產權嘅資料庫咧，吸引更多知識產權擁有人嚟港去註冊，同埋檢視本地會計制度，提高知識產權嘅入帳嘅一啲嘅數值同埋一啲估值嘅服務嘅。咁另外咧就推動香港作為出海嘅一個增值平台嗰方面呢，咁經民聯樂見呢政府係採納咗我哋聯盟嘅建議啦，就設立跨界別嘅一個專業嘅服務平台，支持出海嘅企業。我相信呢，香港具備高度嘅國際化專業服務同埋8大中心優勢，係內地企業首選嘅出海嘅增值平台。我好期望出海嘅專班加大力度招攬內地具潛力嘅大中小企咧，係能夠利用精準地咧，能夠對接到嘅各省市具備出海能力，亦都係已經做好準備嘅產業集群，高效地咧去協助內地嘅優質嘅品牌、創新嘅產業咧，同埋前沿嘅技術咧，帶佢哋走向全球嘅。其中我哋建議可以透過更進取嘅稅務同埋政策嘅誘因，例如研究好似內地嘅2免3減半等嘅措施咧，吸引具潛力嘅內地咧落戶香港，紮根喺香港，跟住先出海嘅。咁傳統優勢產業嘅發展方面咧，經民聯同埋業界都好歡迎大力去推動我哋嘅新型工業化嘅發展啦，同埋傳統優勢產業嘅發展嘅。國家15.5規劃入邊亦都支持紡織等嘅8大傳統優勢產業咧，去提質升級。而傳統優勢產業一直係香港嘅經濟同埋創科發展嘅重要支柱。唔少嘅企業咧都係高增長同埋對經濟咧有重大貢獻嘅。咁希望政府可以透過新推出嘅新型工業青英企業培育計劃咧，去扶持傳統優勢產業嘅發展。並為傳統產業同埋唔同板塊制定一啲長遠啲嘅一啲發展嘅規劃藍圖，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嘅戰略咧，可以雙軌並行嘅。咁我哋亦都睇到咧，關於引進我哋嘅投資嗰邊咧，亦都睇到有稅務政策嘅諮詢委員會，咁亦都聽到今次政府係有一個比較有彈性嘅稅務嘅安排去引進招商引資呢一方面。咁我對於呢個都好大嘅一個期望。
咁而最後啦，咁紡織製衣方面咧，亦都好我同經民聯咧，亦都好希望咧繼續能夠可以支持時裝同埋時尚同埋文體類跨界別嘅融合發展。呢個都睇到咧今日嘅報告入邊有睇到創意資優計劃嗰度咧嘅繼續嘅推動，咁支持時裝會同埋時尚嘅一個盛事。大家都知道咧，每一件衫咧其實都係會行會走嘅中國名片。咁透過時裝作為國際社會聽得明嘅方式嘅嚟到講好我哋嘅中國故事咧，利用時裝、時尚、歌、影、視等嘅載體助力我哋國家構建文化影響力，展現我哋一國兩制嘅制度優勢嘅。咁而家之後咧就交俾阿 Ray， 唔該。多謝新宇。咁我就會為中小企支援咧，同埋係新型工業化同科技應用同埋發展新興產業方面咧，去做翻幾個經民聯嘅回應嘅。咁喺中小企支援方面咧，喺企業支援方向，我哋係非常之感謝阿財爺係採納咗經民聯同工總嘅意見，去提出咗唔少有力嘅措施，包括向標啲嘅專項基金注資咗2億。喺將申請2呢個資助上限呢，係由10萬提高至每宗15萬嘅。咁而同埋信保局呢，亦都推出咗先導計劃，支持咗中小企開拓一啲風險較高嘅市場，為企業打下咗一啲嘅強心針。咁啊，應對當前不明朗嘅全球貿易同埋競爭咧帶嚟嘅挑戰，經民聯呢一直都非常關注BUD嘅專項基金同埋中小企業市場各推廣基金 EMF 整合嘅安排。咁啊，期望當局咧可以考慮將標啲嘅專項基金嘅資助範圍咧去擴展到所有嘅經濟體，維持翻喺中小企開拓唔同市場嘅支援嘅。咁啊，同時期望當局咧可以將電商業嘅適用範圍去由內地同東盟擴展到其他海外嘅市場。咁啊，喺財政狀況改善之下咧，當局應該要考慮重新提高翻標啲嘅專項基金嘅資助比例，由2去到2:1，甚至乎係1:1，咁減輕翻企業嘅負擔。咁啊，除咗政府之外，銀行放水支援企業咧都非常之重要。期望當局可以促請銀行放寬企業信貸，同時間提供更加多嘅彈性選項，譬如好似階梯式嘅還款比例，協助企業去融資嘅。咁喺新型工業化同埋科技應用咧，咁喺呢方面咧，財政預算案提出咗設立新型工業精英企業培訓計劃。我代表經民聯同埋業界咧都表示歡迎同埋感謝嘅，鼓勵企業多啲用科技係帶動新型工業化嘅重要一項。我期望當局有創新嘅做法，例如係靠企業購買特定嘅器材同埋一啲提供嘅利息嘅補貼，對投資本地綠色企業嘅方案咧減免更加多嘅水費同埋排會費等等，推動產業升級同埋實現高自律嘅轉型。咁喺數字政府上面呢，經民聯一直提倡以科技提升政府嘅管治效能。我哋十分歡迎今次財政預算案撥款1億去加速政府嘅數字化管理。喺 AI 賦能公共服務方面呢，預算案提出咗多個部門積極去推動數字化，包括運輸署聯動一啲嘅大數據 AI 嘅交通管理平台，勞工處運用 AI 優化去就業配對，以及係渠務處用同埋土拓署咧係利用 AI 嘅大型視覺語言模型咧去提升水浸同山泥傾瀉嘅動態風險評估機制。經民聯對呢個咧係表示大力支持，相信咧呢啲措施咧可以加快一啲緊急應變嘅速度，切實咧可以提供公共服務嘅水平。咁我哋建議政府咧喺推動呢啲相關服務嘅時候咧，可以積極考慮採購本地創科同埋初創企業嘅方案，去帶動本土創科嘅產業發展。咁啊，最後咧就係財政預算案咧，亦都就新興產業發展咧有啲着墨嘅係，咁包括物色咗更加多嘅航天企業嚟香港去，同埋便利佢哋上市啦，成立香港 RISC-V 嘅聯盟，推動翻呢微電子產業領域嘅投資，推進咗一啲量子科技同埋新材料嘅研究應用等等。經民聯一直提倡活化傳統產業，去鞏固支柱嘅產業，扶植新興產業並行嘅大方向。故此，對財政預算案呢，我嘅建議咧係非常之支持嘅。咁啊，我期望當局繼續加強唔同嘅產業配套，例如完善翻發展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嘅基建啦，建立整全嘅市場體系同埋物流設施。經民聯呢亦都建議成立翻綠色工業嘅專項基金，推動綠色金屬、低碳製造同埋碳交易嘅。咁呢度我 pass 俾下一位。係咁以下咧我就會講下有關於民生嗰方面多啲嘅。就退稅同埋寬減差餉等舒緩嘅措施啦，大埔火災長遠嘅善後方案，完善樓宇管理同埋關顧社群呢方面，我想講下。咁我哋經民聯嘅回應呢，就係第一，有關於個退稅同埋寬減差餉嘅措施呢，我哋一直都關注其實
中產人士嘅需要。對於政府減免2025至2026年度嘅利得稅、薪俸稅同埋個人入息稅，將上限提升至3000蚊，同時亦都提高各項免稅額同埋扣除上限之後，並寬減兩季住宅物業和非住宅物業嘅差餉，每戶上限500蚊。經民聯呢係樂見有呢個措施，呢啲都係我哋一直係爭取嘅。我哋認為無論基層定係中產嘅市民，都面臨生活嘅負擔、生活質素下降嘅處境。所以喺財政情況許可之下，相信呢啲措施可以舒緩市民嘅壓力，回應市民嘅期望。隨住香港嘅經濟環境持續改善，經民聯期望未來有更多支援同埋寬減嘅措施惠及市民。第二，有關大埔火災長遠嘅善後方案，預算案提出預留咗40億去支援大埔火災嘅後續長遠居住安排。經民聯樂見政府有呢個承擔，亦都為到後續嘅安排提供財政嘅支援，減少居民嘅擔憂。為咗減低樓宇維修工程嘅圍標風險，政府亦都撥款3億元俾市建局推出加強版嘅招標妥，支援業主聘請顧問同埋承建商。經民聯認為呢個係政府係對呢個係好有關注，同埋我哋係支持呢個措施，有助業主去處理複雜嘅大廈相關嘅問題，去拆解呢啲難點，亦都有助樓宇安全嘅隱患去拆彈，回應咗市民對政府處理圍標問題嘅期望。第三，完善樓宇嘅管理。經民聯樂意見到政府聽到小業主嘅聲音，增撥資源，預留咗30億元去支持樓宇更新大行動2.0，制定咗全新嘅資助計劃，以及撥款10億元去延續優化升降機嘅資助計劃。經民聯認為有助去改善樓宇舊區維修嘅效率，減輕舊樓業主嘅負擔，提供更多嘅誘因去吸引舊樓嘅業主去改善佢哋大廈嘅管理同埋設施，提升樓宇嘅質素同埋安全。我相信呢個市民都會受惠。最後去關顧社群呢方面，我見到政府由長者至到青年都關顧到。預算案提議延長長者醫療券先導計劃去到2028年底。如果同一年度使用1000蚊嘅醫療券喺特定嘅基層醫療服務，可以額外有500蚊嘅醫療券。經民聯亦都表示歡迎。我期望政府能夠進一步降低長者醫療券領取嘅門檻，如果低到60歲啦，同埋適度去直接增加醫療券嘅金額，就會令長者更加容易使用同埋受惠有關嘅幫助資助。最後，經民聯認同政府對青少年事務嘅支援，包括撥款6000萬元去持續推展呢個民青局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同埋提供政府及公營機構嘅短期實習計劃等等，我哋都表示歡迎嘅。咁以下都交俾 Jonathan 啦。各位傳媒朋友，多謝你哋嘅時間。我會就金融發展、營商環境同對外貿易，仲有航空、航運、物流呢3個範疇講下我哋嘅睇法。喺金融發展方面，我哋要活水，更加要引擎。首先好開心見到預算案接納咗我哋嘅意見，優化 IPO 程序，俾生物科技同埋特專科技公司上市更加有彈性，並諮詢市場去修訂同股不同權。呢啲招數係可以有助香港坐穩國際金融中心呢個地位。我哋都知道其實係有幾百家 IPO 排緊隊，所以流程我哋覺得係必須加快嘅。我哋建議要大力搞好債市，資助外資嚟香港發債，門檻整低啲，產品整多啲，最好係將債券證券化，等廣大投資者喺港交所就參與到啦。另外，同時都提到啦，政府今次有個大亮點，就係由外匯基金撥1500億出嚟支持北部都會區同其他基建，呢一點我係非常之認同。有咗呢筆錢做後盾絕對係招商引資嘅最強磁石。講到綠色金融呢個係世界大勢。預算案提出支持綠色科技、一帶一路地區孵化同發展，我哋係舉腳贊成。
政府亦都採納咗意見，優化家族辦公室同基金稅制，仲有便利房託基金、私有化同納入互聯互通，呢啲全部都係吸金大法，有助吸引更多資金來港。有關營商同外貿，經民聯係好歡迎成立稅務政策諮詢委員會，研究點樣優化稅務，特別係嗰啲5% 或者半稅嘅優惠政策包，真係好吸引嘅。希望當局繼續同工商界多啲傾偈，聽下大家嘅心聲，整啲真正幫到商界嘅政策出嚟。講到外貿，我代表嘅香港總商會都係支持繼續深耕東盟、中東同埋中亞呢啲新市場，主動出擊，唔好守株待兔，簽多啲自貿協定。我建議政府要帶頭做廣做深，帶隊去外訪，仲要俾啲津貼有潛質嘅中小企，即係 SME， 幫佢哋開拓貨源同埋揾新客。同時要同各國領事館、外國經貿機構打好關係，宣傳香港嘅制度優勢，避免政治爭端阻礙正常嘅生意來往。喺航空物流要做強超級聯繫人。預算案提出年內進行立法工作，為大宗商品貿易商提供半稅優惠，呢個對本地航運物流業係有正面作用。我哋一定要強化超級聯繫人呢個角色，特別係加強同一帶一路嘅聯繫。老實講，而家同嗰邊嘅航班同貨運班次都仲未足夠嘅，政府應該積極去開多啲線，甚至俾啲補貼去資助航線發展。總之，我認為政府要到位，香港先至有地位。下邊嘅時間我交俾 Aaron， 唔該。係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辛苦你哋啊！我係卜國明啊。以下我可能會就北部都會區發展、工程基建投資同埋人力供應、建造業發展同埋公務員薪酬4方面講講經民聯嘅回應。北部都會區發展，我哋樂見政府即將喺今年年中提交北都專屬法例嘅條例草案，亦都高興係見到政府建議喺未來2年從外匯基金轉撥1500億元去到個基本工程儲備金，支持北都同埋其他基建嘅項目。北都係香港未來發展嘅關鍵引擎，經民聯期望政府能夠設立多啲試點嘅工程創新沙盤，喺北都特定嘅區域，例如喺科創園區入邊放寬技術規範嘅限制，容許新科技、新技術先行先試，為北都發展全面提速提質。工程基建投資同埋人力供應嗰方面踏入馬年不少基建工程將會陸續上馬。經民聯樂見2026-27年度基本工程預計係開支由1200億係增加到1280億。我哋亦都樂見就係如果加埋未來2至3年政府係將會係注資喺3個產業園區合共300億元。令到支持呢個北都發展，加埋呢啲我哋睇到就係都有相當嘅提升，回應咗業界嘅訴求。投資基建係等於投資未來，我哋經民聯期望政府能夠進一步擴展基建投資規模。錢從何來呢？當然包括係擴大基礎建設債券規模嘅上限，我哋樂見政府係將2個債券計劃合共嘅供款上限係增加到9000億，接近咗我哋經民聯建議嘅1萬億。我哋希望政府能夠再加大投資，特別係加大喺北都以外嘅基建投資，盡快啟動啲已規劃、設計成熟或者係接近成熟嘅項目，例如優先推展11號幹線、青龍橋、屯門繞道、智能水務基礎設施等等，亦都能夠希望加大注資入去一啲維修部門，加強一啲較老舊嘅基建，作一啲深層次嘅修復或者係更換。基建除咗投資除咗係需要龐大嘅資金支持之外亦都係需要高質素嘅人力資源。經民聯認為政府需要確保有足夠嘅充足人手，全力推進北都同埋其他嘅基建發展。建造業發展方面我哋歡迎政府向建造業創新同埋科技基金注資10億元，
支持業界發展，提升生產力同埋工地安全，減低建造成本。經民聯期望政府能夠加大推動創新 innovation 降本，鼓勵業界採用新型建築嘅材料、新工藝、新技術嚟降低施工成本，提升建築效率同埋質量。公務員薪酬方面呢，經民聯係歡迎政府按機制進行公務員薪酬趨勢調查。香港嘅經濟成果呢係有賴社會，包括公務員嘅共同努力。社會對公務員嘅貢獻應該予以肯定。適度嘅加薪將可提升公務員嘅士氣，對社會其實亦都有正面嘅作用。政府需要有效節能，加快推動部門嘅智能化，整合重疊嘅工序，改善服務質量同埋效率。我交翻俾阿 Jimmy 定嘅。好，唔該晒咁多位同事，我哋而家仲有2分鐘唔夠，有冇傳媒朋友想有問題申請？係。都想問翻啦，請問係邊？明報嘅，明報係。因為都想問翻啦，其實見到一啲稅務寬免啊，或者係一啲中小企業不分咧呢一類型嘅一啲紓困嘅措施咧，今次嗰個力度都係未及預期啦。咁會唔會覺得係有啲不足咧？咁第二就係咧，見到但係第一次回撥翻嗰個外匯基金，會唔會擔心影響到市場信心？咁同埋呢一個係一次性嘅措施，一定係嚟緊，其實都覺得可以恆常化咧？我諗嗰啲稅務優惠啊或者不分嘅加減呢，就要視乎政府嘅財政能力而定嘅。咁我哋亦都知道，雖然而家呢，我哋今年會有盈餘啦，好少量嘅盈餘啦咁但係其實咧，我哋政府亦都需要預留好大筆錢呢，去應付呢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咁所以呢，要因應基本法賦予特區政府嘅量入為出嘅審慎理財嘅呢個咁嘅哲理啦，咁所以我哋都會接受呢個安排嘅。咁至於關於對唔住第二個咩？外匯基金回撥嗰度計，以我理解頭先聽司長講咧，外匯基金嗰度回撥係回撥啲利潤啫，咁唔係話將佢本身去投資落去嗰個本金縮細啊嘛。咁所以我諗呢樣嘢應該唔會影響投資信心嘅。好，仲有冇其他傳媒朋友想要提問？咁如果冇，咁好多謝晒各位。唔該晒。